Hello，今日咧想同大家一起坐，咁去瞓之前咧去放鬆我哋嘅身體啦，進入一個睡眠嘅狀態。好多時候咧，我哋都帶住好多憂慮啦，唔係幾愉悅嘅心情咧去瞓覺，或者係有時候都不自覺嘅呢一種狀態咧係。可能係日常嘅憂慮啦，或者係平時玩手機積累咗好多資訊啦，咁其實都係我哋冇意識咧去食咗好多呢啲唔同嘅雜訊，令到我哋嘅思緒唔係好安寧。咁所以咧，今日想做呢個純粹坐嘅練習咧，同埋身體掃描嘅練習，等我哋清空自己嘅腦袋，同埋令到自己思緒冷靜啲。去結束呢一日，去迎接明天新嘅一日。咁喺一下嘅鐘聲之後咧，我就會開始呢個冥想嘅引導啦，短短嘅時間。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安心瞓覺。我目標都唔多，同埋都係令到自己清空啦。咁希望如果大家都希望清空自己，想安樂瞓覺咧，都可以試下聽呢個引導冥想。大家咧可以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，感受下盤骨同埋坐墊之間個重量，感受下脊柱點樣坐先係最舒服，感受下自己嘅頭頂位置係咪同身體垂直平衡，成一直線，有優美咁坐。我哋雙手咧可以擺喺大髀上面，亦都可以交疊，咁坐得舒服就可以啦。咁我就選擇用呢個左搭右啦，呢個手勢其實都冇乜所謂。咁咧，我哋可以由腳開始啦，去放鬆。我哋可以感受下我哋嘅腳趾，我哋向我哋嘅腳趾微笑，辛苦晒今日嘅工作，平日好疲勞咁，不停行路，不停咁去追趕，又或者係跑步運動嘅時候，都用咗好多腳掌嘅運動壓力，我哋都可能冇乜去讚美我哋腳趾啊。咁就透過一個深呼吸，去放鬆我哋腳趾。吸氣，我意識到自己正在吸氣。呼氣，我正在呼氣。吸氣，呼氣。吸氣，我意識到自己嘅呼吸係安穩嘅。呼氣，我放鬆我全身。吸氣，我向我嘅腳趾微笑。呼氣，我放鬆我嘅腳趾，感恩佢今日嘅勞動。吸氣，我哋去到膝頭嘅位置，對佢微笑。呼氣，我願意以正確嘅姿勢，令我嘅膝頭哥係健康、冇壓力嘅行動。
吸氣，我注意到我嘅大髀，我咁樣嘅大腿係強壯有力，令到我可以應付日常嘅工作。吸氣，我意識到自己嘅盆骨位置，我咁樣佢可以令到我安穩咁坐喺呢個坐墊上面。願我每日都可以安穩咁坐，輕鬆咁坐，冇壓力咁坐，唔急住去邊，亦都唔急住做任何嘅行動。吸氣，我哋意識到自己嘅肚腩位置，或者丹田嘅位置，肚臍對落2、3寸嘅位置。幻想下中間呢，喺腰中間有一個好光嘅光球，佢係儲存我哋嘅氣。透過每一下嘅深呼吸，呢個光係會越嚟越亮嘅，好似一個蠟燭咁。透過風同氧氣呢，每一下嘅呼吸，令到呢種內在嘅光、內在嘅氣都可以自然流動，去支持自己。去幻想下呢，呢個光喺身體裏面呢，係流動緊。跟住呢，我哋可以慢慢去到心口嘅位置。好感恩，我嘅心口每日承受唔同嘅壓力，我哋唔同嘅心跳，面對唔同嘅處境，我哋心口呢，都係保護緊我哋嘅心臟，令到我哋可以感受每一個高低嘅起落，每一個生命中嘅感動，去接納他人嘅愛同付出愛。所以我感恩心口，亦都希望今日帶住呢個放鬆嘅能量、輕鬆嘅能量去進入睡眠。吸氣，我感受緊我嘅手臂，我嘅上手臂係完全放鬆。好多謝你為我日常不同嘅工作去勞動，洗碗、煮飯、執拾唔同嘅工作，電腦、手機。我知我隻手係一個好微妙嘅部分，可以擁抱，去牽手，或者係鼓掌等等。所以我都好感恩我哋嘅手，但願我以最舒服嘅方法去放鬆，去滋養返我哋今日嘅手。吸氣，意識到我哋膊頭，呼氣，呼走晒膊頭所有嘅緊張、疲勞、壓力。我知道有時候我哋嘅姿勢不良，令到膊頭呢個位係
唔係幾健康，有啲繃緊嘅位置。但願我呢，懂得好嘅方法去照顧我嘅膊頭，去明白自己唔使有太大壓力。膊頭呢，緊嘅話呢，都唔緊要，遲啲呢，就多啲幫自己按摩下。之後我哋嚟到面部位置，畀自己最大嘅一個微笑。今日都經歷咗唔少，但係呢，都慶幸喺瞓覺呢一刻呢，都懂得對自己進行一個微笑。微笑可能唔係因為自己開心，有時候呢，呢一種主動嘅微笑呢，係會令到我哋放鬆身體全身嘅肌肉，幾百條嘅肌肉。所以呢，主動發出微笑呢，係一件平常不過嘅事，係一個照顧自己身體方法，照顧自己情緒思想嘅方法。無論我面對緊乜嘢情緒，係一個高漲嘅、低落嘅，我都畀一個微笑。我睇到你，我會好好咁照顧你。好感恩今日。然之後我哋可以掃描下自己嘅面部啦，吸氣。我意識到我自己雙眼，可能平日睇咗好多電腦同埋手機，而我用合適嘅方法去照顧我哋嘅雙眼。吸氣，嚟到耳仔嘅部分。耳仔係一個冇辦法被閉合嘅一個部位，所以我哋聽咗好多唔同嘅音樂啦，人嘅對話啦，可能有喜事啊，有哀愁嘅事，有怨氣，有吵鬧嘅，或者係好多唔同嘅資訊，我耳仔呢，吸收咗好多嘢。但願我用良善方法呢，去連結返自己身體，去選擇我自己希望聽到嘅聲音，亦都接納唔同嘅聲音呢，去揀擇適合自己嘅聲線，去支持對世界和好同人類友好嘅聲線。願我聽到種種微妙音、鳥聲、笑聲、蟬聲、昆蟲聲、風聲、雨聲，另外好感恩自己嘴巴啦，平時都講唔少嘢，而家就可以休息。感恩自己嘅鼻子，大大力咁吸一啖新鮮嘅空氣，去到肚臍嘅最脹嗰位、丹田嘅位，呼氣。願我去多啲有益嘅地方，感受多啲新鮮嘅空氣，滋潤自己。去到我哋頭殼頂，感恩自己頭皮啦，感恩自己頭髮，感恩自己嘅大腦。希望平日嘅工作唔會令到你過勞啦。適合嘅練習，適合嘅休息。多謝大腦去見證我哋每一日嘅進步，我哋思考嘅諗法，記載好多回憶。希望你都會放心休息，
好好一齊瞓覺。最後尾，我哋用3個深呼吸去完結呢一個放鬆練習。好，我哋鼻吸口呼，第2下鼻吸口呼，最後一下鼻吸口呼。之後呢，我哋透過1下鐘聲呢，去完結呢一個練習。咁之後大家都可以打開雙眼。好多謝大家陪伴我15分鐘做呢個冥想練習。大家可以搓下耳仔啊，捽下隻手啊，捽下塊面啊，去massage下自己唔同嘅部分。有啲穴位嘅身體，例如係呢啲太陽穴啊，幫助自己眼仔精靈返啲。例如係耳仔有好多穴位嘅，都可以幫我哋按摩放鬆。大髀呢啲位都可以拍下佢啦，手臂呢啲位呢都係心脈啊，拍下呢個心脈呢，就心情開朗。由左拍到右，由右拍返去左，一路拍。或者係呢度啦，膻中呢個位又係開心嘅位，按摩下中間膻中嘅位置啊，幫自己嘅心呢做一個按摩嘅動作。最後咩？可以放鬆下自己嘅大髀，可能頭先打咗呢，隻腳都會痹喎。拍下。OK， 好，今日呢嘅放鬆練習就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好好瞓啊。Lotus to you， 希望大家都瞓得好，拜拜。